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亲民党总主席宋楚瑜今日亲身开记者会，宣布不分区立法委员提名的名单。咱看到排头名的是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丁世华，第2名是立法委员李凤金。另外，郭家军联电区董事长陈明志、甲刘佑堂排第3、甲第4，蔡心如排第9。咱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好，主观带您关注一下，现在距离大选只剩下倒数52天的时间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亲民党也推出了最新出炉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可以看到，其实第1名这边他们是推荐了这个身心障碍者联盟的秘书长，长期关怀弱势的滕西华。接着呢，第2名是推荐了李红军，再来呢则是薛明志和刘佑彤。只是也传出了，其实这3、4名呢有郭台铭的影子。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传出了这个郭台铭呢其实是极力的推荐薛明志的，接着呢，第4名的刘佑彤呢，则是郭台铭的核心幕僚。收到情况呢，马上带你听一下。我跟郭董讨论呢，是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15年前宋主席呢曾经到我家邀请我来担任这个亲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啊，他非常坚持，待了很久，那时候待了2个小时啊。那时候呢，这个我忙很多别的事情，没有这个时间了。那后来呢，这一段时间呢，我看呢，这个国家是挺乱的，啊，那我们必须呢，这个掌握这个机会呢，能够这个尽一份心，能够多一点参与。所以在这方面呢，宋主席跟这个郭董事长呢，都有跟我这个表达他们的希望，那我也非常尊重。那也希望说，在大家的支持下面呢，我们能够真正做一点这个大一点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没有哪一家军，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未来在立法院为全民打拼的这些非常勇敢的战士。好，可以听到呢，其实这个宋楚瑜对于呢这个不分区立委名单，至少有过半的是郭台铭的影子。对此呢，他是没有多做的回应的。只是其实呢可以看到，其实陈怡杰呢也是被排到第5名的。那他原本呢也是要来投入区域立委的选举，那现在也宣布了正式的投入不分区的立委名单。以上目前现场最新情形，现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继续要来关心，有周刊别消息讲，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安排新北做台北秀山公司的总经理，本来总经理被降级，叫去扫便所。另外，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昨日咧广播电台节目讲到，就算国民党敢若摕到50席，也阁有亲民党甲台湾民众党才会犯拿换贴党做伙，讲安尼无算数。甲台湾民众党算落去犯拿会联名，郭文哲下早嘛有上新的回应。没有特别好，没有说特别不好，就大概就平平的。郭台铭这样子两边压倒，会不会变成两边落跑？他这边没有压的啊。高虹安呢？不是啊，他亲民党那边现在是刘佑彤排第4跟9，刘佑彤第4，然后蔡倩宇是第9，之后会不会变双杀？哇，如果因为2个小党如果是分散票的话，如果我们第3名也被杀掉，那我们就是完蛋了嘛。那你觉得是因为你的关系，所以他们才把就是2个郭家军排到比较后面的顺序？唉，不晓得啊。所以有时候，所以每次说有时候江湖传言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最后也不是1、3名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老郭反而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嘛。上你怎么看吴敦义昨天把民众党列入泛蓝联盟？没有啦，我差点就脱口而出，这个家伙。不是啊，这个就是太会算计了。我一看就知道啊，他在为他那个立法院院长在布局了，就这样，一看就知道了。但他也说，如果败选的话，不能独责张三李四。他就是要当立法院院长在布局的，赶快赶快拉民众党的票，一看就知道了。像到吴英宁也说你不蓝不绿，我本来就不蓝不绿啊，不然。他说要你讲清楚，你是没有。我跟你讲我这是讲嘛，我每次讲说我每次在演讲都讲一个说，病人送到台大医院急诊处，我们也没有问他说，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台北的执政，你知道，我们既然我们就说，我不是说蓝绿不重要，不过坦白讲，我说对蓝绿这样把整个台湾全部这样包裹，你知道吗？觉得很讨厌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其他事要做的科学的数据的这种务实对话，这种
这种英文叫 governance，governance 就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很烂，他每天都在搞那些，我说有时候看得很烦。市长，你有看到何景荣的政见吗？他写什么？他写打败蒋万安。只有一条。然后，而且还画他的图，然后画一只鸡这样。哦，打败蒋万安。你觉得这个政见怎么样？哇，这个博君一笑还不错嘛。可是你觉得这样他身为就是立法参选人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合适？这个，我老实讲哦，这个。你觉得吴敦义这样喊话有办法成功，就是争取到民众党的选民支持吗？我跟你讲哦，有时候哦，就是想太多。老实讲，我每次说国民党真的赢机也变输机，就是说，哦，先搭个韩国瑜出来，再搭个郭台铭出来，其实他自己想做啊，那不行又要想去立法院，我看下去，反正是这样的啊，一样。这个大家再忍耐一下，50几天就这一届就结束了。市场公司的民众党不分区名单是平均年龄只有41岁，是不是为了这个年轻族群来进行大屏的强调？没有，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要入党的，我们全部都用网络入党的，我们没有那种什么纸张。后来发现，我们很少有45岁以上的人，因为一开始那个将近7000名的党员几乎大概90几%都在45岁以下，所以当你那个 base 很明显偏向年轻的时候，从那里面跳出来就会很明显偏向年轻了。所以不分区的登记是不是有卡关因为现在好像登记的立委的区域立委人数还没那么多。昨天4个了，今天应该还有9个，反正大概就这几天在登记嘛。市长公司前总经理杨家人少爷是不是有被叫去扫厕所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我倒觉得也不是说总经理就不能扫厕所，我们有时候也在帮忙扫不过是这样的，那个细节我不知道，等他们调查以后再讲。所以会把姚让义再问一下。没有啦，我讲这种东西，你知道这种扫厕所是哪里需要问到市长？这个就是他们公司里面怎样改革处理的。因为现在传出他好像有点在恶整他的感觉。不会的，这个很外供这个我们会跟他讲，有吗？反正。降级减薪，没啦，这个按照职务给薪水，这也正常啊。不是这样的，细节有叫他们去查查看怎么一回事。是查无不法也不起诉，那这样是不是对他上来说有点不公平？然后就看，就得这样嘛，有争议有抱怨就处理嘛，就这样。那你是之后会再做进厕所？有啊，我当学生都我发现我每次都骂教育局说，不可以这样。现在我们台北市。那个学校厕所叫学生扫的好像不多呢，全部都是外包找那个清洁公司在洗。我说奇怪，这还是不好的。我不太赞成那种国民教育。这个再进一步的调查是指哪个部分？我不晓得，反正有争议有什么，我就调查看看吧。好来。好，拄则大家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详细消息继续要来关心台中市警察明仔尾4点钟，伫太原路二段发觉一架免路的轿车豆驶伫大路，一个卡窗仔门发觉讲驶车人已经拄久困去，上尾车驶到人行道才停落来，卡窗仔门一弄破，甲驶车的人拖落车，发觉讲伊规身躯拢全臭酒味。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书宏来采了解。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台中市警方凌晨4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来到太原路2段，发现一辆白色宾士轿车缓慢地行驶在大马路上，立即上前查看，却惊见驾驶居然就在车内呼呼大睡。远警沿路小跑步敲窗，但车内男子依旧是叫不醒，最后整辆车开上了人行道，撞上防护杆才停下来。警方最后破窗将男子从车内拖出来，经过酒测，酒测值高达0.79，依公共危险罪嫌，将他当场逮捕。远警也几乎喝到这么醉还开车上路，真的很危险。幸好这回没有酿成任何事故，也没有波及其他路人，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以上是目前掌握资讯，主播。多谢苏宏。另外，这方面新北市永和一个查甫人，敢若因为和女朋友冤家，半暝伫咧路的大细声爱天叫地，警察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这个查甫佫出手杀查某警察，详细情形继续连续记者林明勇来采来了解。明勇。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男子在路边大声嚷嚷，还不断用手指着远景叫嚣。一旁女子见状，赶紧拉住男子安抚他，没想到他还是不断朝着远景辱骂脏话，之后甚至还动手推了女警。先带你看一段当时画面。你要找可以。男子闹了好一阵之后，远警忍无可忍，拿出辣椒水泼洒，这才终于让这名闹事男子安定下来。纠纷发生在今天清晨4点多，在新北市莺歌的国华路附近。当时这名男子疑似是和女友发生口角，两个人就在街上大吵，引来警方关切。没想到男子反而将气出在远警身上，推挤女警还出言不逊，最后被警方给上铐带回。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资讯，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民众继续关心这件车祸意外。台中市东区进兴路发生3架奥多摆相撞的车祸，一个细市的查甫骑奥多摆载一个人，敢因为违规倒滑，弄到一架直直行的奥多摆，3个人倒伫涂骹。刷来不到1分钟，后壁佫一个细路的查甫骑奥多摆佫家挤落，引起到姓陈这个查甫人第2届互人弄着伤。详细情形交记者甘玲武带来了解。玲武。是的，主播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在路口处有一辆直行的机车往前直行哦。这时候呢，另外一辆要左转的机车是直接在路口就撞上了这一辆直行的机车。直行的机车骑士呢，整个人是摔倒在地。不过就在他还没有办法起身的时候呢，后面第3辆机车疑似是没注意到前方的路况哦，直接撞上了这一名倒在地上的机车骑士哦，导致呢这名被撞的60岁陈姓男子呢遭到2次的撞击。我们来听一下目击者的说法。那一台跟那一台车祸，然后再者是人躺在那边嘛，然后那一台蓝色的在第2次再撞上去这样子。左转嘛？他要左转，他没有让直行车道。然后那个机上跌倒了，这样。而这起车祸是发生在台中东区振兴路上，60岁的陈姓男子骑车要直行，却遭到疑似左转的实姓骑士给撞上哦。接着又是赖姓骑士疑似是没注意到路前的状况而撞上他。不过幸好呢，这名遭撞击的男子呢只有受到轻伤哦。车祸的详细责任呢，警方还要再理清。以上是目前最新的掌握状况，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另外，这件车祸这是3更暝半2点钟，桃园市福兴路玉山街12路口发生这件车祸意外。一个查某人驶黑色的旅行车，敢因为一时细心弄红灯，搁再弄到一架直直行白色的旅行车。因为弄一个真正力，白色旅行车互伊塞入去一间3角窗的超商，玻璃落甲开涂骹，车也搁掉伫内底。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戴新美来带来了解。新美。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白色休旅车整辆车直接冲进超商内，车头甚至还卡在结账柜台上，现场碎玻璃，商品四散一地，就连不锈钢的扶手也被撞凹，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引起不少路过民众围观。那么车祸意外发生在凌晨2点多，桃园市复兴路和玉山街口。当时一名女子开着黑色休旅车，疑似晃神闯红灯，拦腰撞上直行的白色休旅车，导致对方失控冲进转角的超商，整辆车冲破玻璃，硬生生卡在店内，车内安全气囊也弹开，车上4人都自行脱困，其中2人身体不适，但送医后没有大碍，而肇事女车主还抱着一只爱犬，满脸惊恐，不知所措。目前警方已经调阅周边监视器，交由交通队处理，详细的肇事责任还有待进一步理清。以上就是文章的最新资讯。多谢新闻，社会事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顶礼拜5暗时，一个姓刘的查甫囡仔骑奥多摆载女朋友，经过宽和西路时，敢若互后壁车弄一个，引起到伊不幸死，女朋友就重伤。结果该弄的人当场落跑，事后互警察抓回去警察局做酒测，酒测数字有0.04。根据了解，死者普通时伫咧网络频道做生意，上过中国大陆音乐节目，发生意外这一天，伊带女朋友准备要倒转去。无想到惊到毛二运。重型机车油门吹落，超过另外一台重型机车，毋过过无几秒，雄雄就位倒平倒落，刷落画面就无咧叮当。原来是有一台机车直接位后壁甲弄落，青色红白的机车都伫咧路边，车壳零件散甲柜涂骹，看会出来弄甲真大力。骑车的查甫人甲一后座女朋友，一个死，一个重伤。身上还有一些内脏那些哈，之前有破裂，有那个现在都有大概修补还是在那个昨天是刚出加护病房。
车祸发生伫15号半暝11点外，迄人准细老的查甫人载女朋友经过新北市邦桥宽和西路的时阵，可能互后壁车撞到，细老的查甫人当场死去，伫后壁的女朋友重伤送去病院。车祸发生了后，甲因弄的迄个人直接离开现场，伫后壁的民众看到斗三工甲车牌记落来，打电话报案。尾仔姓林的查甫人过2点钟了后去派出所说明，做酒测验出来酒测值是0.04。因为他第一个他是肇事逃逸啊，说第一时间他如果说赶快打的话，或许还有救啊。一跑这个在良心上真的通缉他的时候，他才到案。那伫网络顶的翕影片做网络节目，教人 B-box， 佮上过中国的音乐节目。影片内底，这个姓刘的网络名称，就是伫即届车祸内底死去的查甫人。意外发生的迄天，伊带女朋友准备要回去，想袂到出车祸，命总无去。即马警方要甲车祸的原因查获清楚，互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接甲事煞强强倒起来，苗栗泰安乡出火部落，因为地下天然气足丰富，在地百姓常常家己接甲事讲，伫咧厝内或者是工疗用。到一个细工的查甫人，可能为食薰一时无注意，高浓度的天然气龟煞倒起来，规个铁片工疗烧歹了，火烧高疗全无望。查甫人本身家己嘛几分输，60%烧着伤，即马人抑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救护车接到报案，随着赶来现场，住伫咧出火部落的人看起来真紧张，赶紧请消防队来咧抢救细工的这个厝主。因为意外发生的同时，敢若听到“嘣”一声，大约6米大的铁厝工寮随着互大火吞去，厝主规身躯拢着火，走出门化救命。不能随便拉就会漏气啊！这场大火意外发生伫咧苗栗泰安中心村出火部落，当地因为地下有天然气，当年有火对土地冒出来，住伫遮的人嘛家己乌坎上讲接入去厝内来使用。这届可能就是因为厝主食薰无注意，才会引起火烧。虽然大火伫咧半点钟内底就已经拍花，不过这个姓江的查甫人送病院急救，规身躯有60%的烧烫伤，目前也搁伫咧加护病房观察。造成一间铁皮公寮不知迹，疑因屋主江姓男子点烟时不慎引燃天然气。泰安乡的中心村有4道帮出火，苏马汉这部落，其中出火甲苏马汉部落拢有天然地下加水。中油早期探勘确定气源分线无开采价值，所以就变做是部落煮食下水的免费加水。但嘛因为人为的失误，造成这件意外。详细起火的原因，消防队会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去食官庙讲，高雄美浓有一间土地公庙香火真旺，最近半年来，互一个查甫占条咧，拢唔走，乌白甲捡来物件，放伫咧庙里，困的时，佮甲跪伫涂骹的珠仔摕来当做枕头，互附近的民众无依法，区长拢总车清洁队清走2车的粪扫，伊还佮唔走，因为伊无甲人攻击，嘛无法度强制甲伊带去病院。庙边的脚踏车顶悬拢是罐仔，也是便当盒。一边的石椅嘛顶真济，一箱一箱的纸箱啊，这拢是这个穿深色的衫的查甫人顶的。那个脚踏车是不是你的啊？是安那甲物件顶伫土地公庙，这个查甫人有听到煞无要应，只是点点仔伫食物件。不过伊甲美浓这间土地公庙当做家己的厝内来顶遮尔济粪扫，已经造成附近厝边的困扰。每次都堆了很多。上次都警察来赶，叫了又搬走，搬到现在后面又有了。土地公庙，他也在那边堆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前一阵子也请清洁队去把它清了2车的垃圾，又把它清走。根据了解，这个姓池的查甫人差不多70岁。附近的厝边讲，查甫人将庙当作厝已经有半年啊。当开始的时阵，大家拢无感觉安怎，不过伊渐渐开始订真济物件，阁真歹味。有时阵阁将庙的贵珠啊当作是枕头伫困，遮尔离谱的行为，互厝边是愈来愈挡袂牢。其实这个查甫人有家己的厝，伊进前甲伊的小弟做伙住，不过唔知影是安怎形容无要转去。有劝他要回来住，他没有，也不想要回来，是不是？那我不晓得了，他都是啊。不用劝啊，劝也没用啊。厝边请社会局来斗3工，但这个查甫人长期占用的土地公庙，无所有权的人无法度来告伊侵占，加上姓池的这个查甫人无攻击人的行为，社会局嘛真歹强制来安置，唯一会当做的，只会当继续来劝伊离开。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本色来看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有网友伫咧网络平台买顶挂，收到开一个看，内底拢全豆腐壳啊，规个个臭嘎嘎。卖场头家讲，伊毋是专门咧做生意，无适合的泡面来保护产品才会安尼生，洗无清气才有臭味。上尾投诉民众无满意，拍分数，敢若互伊一粒星。总算是等到伫网络买物件寄来，结果纸箱仔外口写着纸类回收，拍开一看，内底毋但放几张废纸，佮有塑胶杯啊、豆腐盒啊，甚至有葱仔饼、塑胶袋啊。一个民众伫网络平台买顶挂，收到包裹的时阵一拍开，结果内底拢总是一寡杂物，味阁真歹闻，互伊是看甲戆去。重点是拉起来那个味道飘散出来，真的是十分恐怖啊！我很想问他说：“你是有这么省吗？再怎么省，报纸10块钱总有吧？”伊直讲实在是伤过离谱啊！投诉的民众点出对话内容，下当看到12号早起，卖的人出回进前阁讲商品已经包装好啊，结果箱仔内底拢总是杂物啊，互买的人来甲酸，买的人伫网络来回，因为我毋是专业的卖家，并无适合的泡棉来保护商品，就将塑胶盒细细的摕来将纸箱仔踢落地，无想到会因为洗无清气造成摕来保护的这盒产生歹味，只知影这个错误随来回失嘞，而且有来解说这个过程。我的角度，我认为保证比那个就是很好的防撞材料嘛。我有要做后续的一些，例如说跟他沟通，看他需要怎么样，但是没有后来要传讯息就已经被拉黑了，收不到讯息了。拿垃圾告诉我这是缓冲材，重点是你全部都集中在下面，然后还有葱油饼的袋子油腻腻的，请问一下缓冲个鬼？就算卖的人讲毋是故意的，会当接受退款退货，毋过投诉的民众也是认为真衰，为着要煮物件买一个新的顶挂，煞用放伫咧杂物内底，互民众实在是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三个乌白塔做一堆，高雄一间宝贝动物店用果子的纸盒仔当做人仔，甲狗仔寄互新北的主人，内底若无通风，规个所在真矮，无度翻新，含水都无。主人收到了，去甲丢卡当地，就那甲动物保护团体来投诉。包裹内啊，拍开一看，竟然是一只白色的狗仔囝，但是详细看，外表是用一般装水果的纸箱仔，顶悬阁有需要冷冻的字。这只狗仔囝对高雄运到新北市，无水甲食的物件，嘛无法度洗身。任何一个人看到，恐惊拢真歹接受。饲的主人去甲来投诉动保团体，它的坚固度不够，而且呢，业者也没有给应该有的饮水。按照国际动物管理办法来看，保卫动物的篮仔爱下当防止逃走，至少爱有2面以上的通风口，爱用真勇健的材料，需要下当活身、徛咧也是倒落去。这个标准纸箱根本都无去过。它的便便尿尿就会跟这个纸箱通通都会糊在一起。我们有包装考，如果造成困扰，就是跟你们说声道歉。业者先留心哦，动保机关接到通报了后，表示已经来伫调查。使用所谓的有空调的载运车载送再自动去台北。那据了解，那说后续我们就是这只宠物进入到台北，基本上是健康是正常的。看卖啊，关伫这个下井的空间，对高雄运到台北，经过将近10点钟，难保后一摆袂有动物受伤。虽然动保单位最后因为这只狗仔无受伤，无来开罚，但嘛是有开出坑倒单。希望后一摆莫阁用纸箱仔，避免真正有动物伫咧运送过程内底受到任何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小连线上新的消息，先来关心屏东茶城民意代表会昨昏发生有一个嫌疑犯夹倒入去内底，引起到一个人员手骨互伊抬受伤。这个嫌疑犯抬人了后走一走，也毋过警察已经掌握伊的身份。这件冲突初步了解和政治立场无关系，嘛和派系无牵连。敢若是因为这个嫌疑犯和被害者普通时因为起配面无欢喜，才会引起到这个代志，该在被害者无性命危险。落尾警察赶到现场嘛，抓到人，摕到这个杀人的刀仔，依照妨害公务、伤害恐吓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来侦办。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来看到鸟鼠肠仔放芳公公的老家室要来长鸟鼠，刷抓到二级保育类的动物山藏鸟。台东成功镇一个卖海产的人，因为要抓鸟鼠，摕老家室要来长鸟鼠，结果跋倒扣真死，抓到3只二级保育类的山藏鸟，一只是大只的，2只是细只囝，要来食家室。鸟鼠肠仔关起来，搁甲伊的螺仔食了了，民众看了到底也好气也好啼。台东农业处讲山藏鸟
了有地盘，一般是歹蹭蹭，若毋是要生炭，是袂做伙，这三者可能是老母带囡仔出来找食的。搁再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画面，国民党党团为了海外台商资金汇回来台湾的议题继续发挥。国民党立法委员陈明忠怀疑蔡政府讲海外资金汇7000亿，这是无影无影的代志。经济部处长王美花今仔日来到立法院备询的时，伊搁一概强调较伤有影。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赶快带您来关心针对海外台商回流资金的议题，再度成为蓝绿阵营的攻防焦点。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质疑说，蔡政府宣称说海外回流资金已经高达7000亿元。曾明宗质疑说，这数字根本是灌水，还说海外回流资金的数字应该是0。对此呢，经济部赶快亲上火线，召开记者会，公布已经回台投资的这些厂商名单哦。但是曾明宗今天依然炮火不减，赶快来看他怎么说。林前仁市长自己讲的，到目前为止汇回来的是000，所以这2天林市长，经济部也不敢让林全仁市长面对媒体躲起来了。我们希望他出来讲清楚、说明白。我们每个礼拜在审这些案子，每个公司非常清楚，只是有些公司愿意公开，有些公司不愿意公开，如此而已。那这一些数字都是一家一家去算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增加在台湾的投资，我想这是台湾非常乐见的事情吧。可以看到，不管是经济部还是财政部，都提出完整的数据跟这些回台投资的厂商名单，强调说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投资，绝对不是欺骗。借此呢，要来澄清台商回台投资的这些相关不实指控。上项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磊主播。多谢新杰来看到新课纲伫要开始，教育部按算民国111年的新学年要来测新型的考试，为这届高中1年的学生开始，刷来学测，还有指考的内容、科目、科检拢会改变。大考中心规划明年4月办自然科，还有社会科2科的试办考试。大考中心讲到，想要让学生了解新课纲的新题目，成绩甲分数唔是重点。上课的课堂，学生夜头认真听讲课，大头认真咧写谱仔。新课纲上路了后，教育部预算111学年释出新的考试方式，对这届高中1年开始，未来学测指考的内容、科目当中会对立别，为着要让高一的学生来试水温，大考中心初步规划，明年4月中会针对自然科、社会科来举行试办的考试。都要试试看啊。否则到时候连试都没次去考，应该也会很惨。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有吧，毕竟课纲都不一样，也不能听学长姐的建议。为让同学能够了解我们未来命题的设计，还有试试看试做一下新式答题卷，在明年4月份我们会办一个示范的考试。要来改过去大部分拢是选择题的题型，未来大考的题型会大大来提高，唔是选题的比例，而且会甲选题混合变做是题组，嘛增加长文的素养题，考试卷嘛会改做卷卡合一。另外考的科目嘛有变化。选科考它的内容来讲，题目来讲，它的难度的深度，我们估计会比较深，比现在的那个指考制度还会再更深。未来学测数学科分做 A、B 2种试卷，考的科目对原本的5科变做6科，指考对111学年度开始改做分科来测验。共同的科目参像是国文、英文，还有数语，拢唔免考，干那考数甲、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公民，总共7科，就惊考生对袂着。大考中心明年释出试考的方案，后年嘛有参照安尼规划，到时阵会搁较正式。希望大学嘛会当加入来试办，学生是不是会当接受，还搁有反应会安怎，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我世界大代志来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日本宪政历史以来坐位上久的首相，和头一届做首相的时间算惨落，拢总做2886天，比前首相桂太郎搁较久，会当讲是日本106年上久的纪录。美しい国、日本3本の矢で1億総活躍社会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做首相做2886天啊，20号这天成做日本宪政史上做上久的首相，超过明治大正时代的桂太郎的纪录。
安倍出身政治世家，1982年入去政坛了后，受到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提拔。在2002年做到自民党党主席甲首相，成为战后上少年的日本首相。想不到执政才1年尔，安倍就因为健康的问题，甲伊的位辞掉，一直到2012年年底才去回来。平和で安定した、そして日本を確固たるものとしてまいります。そしてさらにはいよいよ皆様と共に憲法改正に取り組んでいきたい、こう考えております。离安倍第2届上任要满7年啊！这段时间，伊说安倍经济学用3支箭的3大经济策略，改变日本通货紧缩的环境。另外，在外交伊的成绩嘛真好。为2012年开始算，已经访问过80个国家甲地区，飞过155万公里，超实习地球38年。不过，同这个时阵，安倍嘛抓到政治风波。日本首相但年4月拢会办首映会，感谢政府官员为国家贡献。不过，安倍可能有邀请家己乌英凯的成员去参加，可能质疑讲，甲公家资源提去家己用。虽望已经宣布明年的首映会停办啊，不过说也是一直有争议。支持率在过去1个月落到50%以下。即马安倍成为做的时间上久的日本首相，刷落来任期要安怎搁一届得到民众的信任，会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挑战要来看到澳洲像那大火灾前疙瘩也未收煞，东看各大城市大忙雪梨规看落白死煞，那像是红仔电影《天空之城》，空气污染超过危险的级数，空气品质比北京更加坏。专家警告讲，澳洲线内发生假烈火的几率会愈来愈悬，恐怖像那大火更加无简单拍花。另外一寡假那真的景点，嘛有可能会真接出现。Blanket of smoke that is lingering over the harbour city. They are extraordinary pictures, quite eerie there coming through from our news helicopter at the moment. You can see just the top of the CBD there. 澳洲火烧保愈小愈旺，雨雪梨规个变甲白茫茫，含有名的地标雪梨歌剧院嘛规个看无，空气污染超标8倍，气温更加是来到摄氏37度。Disgusting. I was woken up at about 2 o'clock this morning. It's terrible, very difficult to breathe, and I don't have any health issues. 卫生单位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室内，避免做强度较强的运动。气管较歹的人，更加是爱洗哩。Staying indoor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smoky periods and the hottest part of the day, using air conditioning. Turning that to recycle to help clean the air inside your house. 那雪梨、澳洲东华各大城市嘛共款蒙烟散雾，昆士兰大城玻璃书班的空气比北京更加垃圾，观光客嘛真失望。Bit disappointed? A little, yeah. I had to show them the picture in there to say that's what it normally looks like. 专家预测，澳洲甲火架起来的假烈风会在2060年到2079年变甲足济。澳洲首都堪培拉甲墨尔本附近的树林，嘛可能拢要面对大火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安那想嘛想袂到，讲犀牛嘛是宝，看起来水阁青笑上介好。这是纳色海岸会当讲是世界上大正冷的动物，放的了也阁有赛一定真济，嘛真大坑。澳洲西岸一只孔色海岸特别无共款，伊的白色物是金色的，规个黄嫩嫩，那亲像是水花共款。那收那放，最近互摄影师用无人机翕来，为半空中一个看落去，海底袂输敢若有金仔，互人看甲目睭无长轮。海的哪会出现黄金？澳洲西边有一尾那海翁，那向南边游，那咧放屎。特别的是，伊放出来是黄金色的，为天顶翕落来，就袂输那黄金同款金光闪闪。以温为色，意外翕到这个画面。伊翕那海翁已经翕真久啊！伊讲这种黄金的景致，伊嘛是头一届看到。So we've hoisted some of this orange goo out of the water. That is blue whale droppings. Very fierce, bitter, kind of salty smell to it. Very, very much seafood. 普通因为食磷虾关系，那海翁的屎会是柑仔色或者是浅红色的。西澳海翁研究中心的专家詹立讲，这尾海翁会放黄金色的屎出来，可能是食到无共平静的磷虾。But as the great whales declined, so did the numbers of fish and krill. It seems counterintuitive. Surely their numbers would rise as their major predators disappeared. But it now turns out that whales not only eat these animals, they also keep them alive. 那海翁的屎对大自然真重要，那细尾鱼仔甲磷虾这生物拢会去食，内底铁甲氮嘛当帮助真细只的生物甲海藻类成长。
增加海洋对碳元素的回收。为海洋生态甲天气改变的角度来看，那海洋拢是真重要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古早牛皮糖。那起码最近出现到70外岁，乌里桑敢若互皮糖加着熊熊发烧，也个出片，互人赶紧送去救护病房急救。金马56还有3件。士兵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绩和本职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我的枪武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多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怎么会是猪？算了，根本没脑。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赌。赌会当讲是土差个意思，像讲牙刀啊，甲布地赌破。另外，这个赌嘛有印嘴印字，讲话甲人好倒转去的意思，像讲话甲人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赌破，代表甲物件吐互破。第二个词记记赌赌，意思就是用手指头啊来记来侮辱别人，也有记点人的缺点。咱用一句话来记咧，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伊赌破一件人唔敢讲乌西的案件，煞颠倒因为安尼，互人记记赌赌，实在真奇怪。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赌，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台湾出现到一个发烧和血小板综合症减少的确定病例。这个70外岁乌里桑，敢若因为互鼻糖加着熊熊发烧出片，互人送去加护病房急救。在咱台湾有可能是患到的，就是微小腺头鼻这款的糖。疾管署即马等咧了解感染源到底是为倒位来，嘛要提醒民众，无论去社区还是去牧场，上好莫去吸毒动物，嘛爱转这个红棒糖的药剂。安尼较妥当。伫咧罐仔内底，小小的一只看起来无啥物，但是一个70外岁乌里桑，都是因为互这种鼻糖加着，伫顶个月24号出现发烧、吐这症状，后来因为出诊啊，互送去病院，确定感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嘛是全国头一个，因为经血功能无正常，目前也搁伫加护病房咧治疗。排除是登革热之后呢，再进一步去做这个病毒其他的一些检验后，才发现说有这个SFTS 的病毒，掌握到就是说有一个大概比如说 GPS 的定位点哦，那我们会再派一组人到那个地方去了解哦。发热患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世界通用的名是 SFTS。2009年头一遍伫中国大陆互人发现，最近伫日本、南韩嘛有上万件确定的病例。若是接触患者的血，都有可能会互人传染，死亡的比例是5到15%。以台湾来讲，上有可能是透过亲像伫咧台湾山区牧场的微小腺头鼻来传病毒。这种鼻糖是春天甲热天两季上接出现，一旦若互伊叮到也是加到，就会出现红疹、皮疹、发烧也是吐，也有血小板减少这症状。真少数的患者会出现多重器官衰竭，甚至有性命的危险。它的寄主呢，比较是像是牛啊、羊的，大概是在比较放牧的牧场上面，比较会常常看到这些的品种。因为感染 SFTS 无适合药啊，只会当来治疗。建议民众若是有要去山区活动，上好还是爱喷红虻啊药剂，嘛莫接触野生的动物，避免叮到也是加到感染病毒。记者综合报道。
拄则咱看到，毋若是微小四汤边，爱特别注意困无把眠嘛爱细腻，因为人讲一日无眠，三日细神。一寡人困无把眠，休困日才来补眠，恐惊愈补愈大坑。上新的研究发觉讲，补眠对咱健康是有败害，年久未深就会引起大哭、糖尿病，也有心血管镜头这风险。专家讲，若是长时间拼暝仔班，困无把眠，补眠嘛补袂倒转来，不三时晚困，会伫当中昼顿小眠一下，莫困超过半点钟。若是要补眠嘛，莫困甲日头拍尻川，莫困过头。中昼时间一个到，食饱腹肚配一个红目睭皮就冷，袂少上班族拢会小啉一个。阁有袂少的民众，因平常时工作较无闲，困较无把眠，甚至嘛是有人逐工拢真晚困，就用迄个拜六礼拜来补眠。不过医生说讲，这款的补法是愈补愈害，嘛有可能来增加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病症这个风险。假使讲若是三不五时才较晚困，安尼较有效的补眠方法，医师是安尼建议的。平常都是属于4-5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哦，那我们一般也会建议，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你白天的时候，比如说在下午1-2点的时候，你可以打个困哦，这个睡个15分钟。建议讲，若是有较晚困，伫个过顿工的中昼就会当小啉一个，不过莫超过30分钟。假使讲若是还佫感觉精神无好，安尼就当考虑甲这个暗时困眠的时间甲扭较长咧，也就是较早去困，较晚起来。譬如讲，平常时若是暗时12点困，透早7点起来，就会当甲改做这个暗时11点困，8点才起来。不过就要注意讲，这个补眠的原则。唔通困超过中昼。我们的睡眠有2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你睡的量可能要足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睡的那个时间要规律。作息不正常，所以会导致这个时间会混乱掉。荷尔蒙他认为你在睡觉而没有这个释放过多或过少的情形，就会导致你这个身体有紊乱。若是讲长期拢伤晚困，安尼困眠不足对身体的伤害是真大。嘛有研究讲，若是讲平常时的困眠时间，甲假日的困眠时间差伤济，便若前差1点钟，安尼就会提悬1成1的心血管病症。医师提醒讲，就爱保持这个固定的时间，上好是伫个暗时11点进前就爱困。假使讲若是做迄款大夜班的，安尼上好嘛，就爱3个月就爱轮一遍，才袂互身体负担伤大。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5花10色的花丝卷，有咸的烟肠起司口味，嘛有甜的珍珠粉泥。金马56还有3件。士兵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绩和本职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我的枪武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多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怎么会是猪？算了，根本没脑。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欢迎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今日要来看到这是5花10色的花丝卷，有咸的烟肠起司口味，嘛有甜的珍珠粉泥。另外头家现做的红豆仔，也有蚵仔口味，嘛是互人一喙煞一喙。头家逐工透早传料，坚持现点现煎，吃起来酥酥脆脆，内底啊大碗够满甜，吃起来口感有骨落圆。做生意无甲1年，都已经有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特别爱这味。一罐一罐的花丝卷，落油鼎落去煎，爱煎到金黄色才会当甲冰平，安尼会当甲这个花丝卷内底的水分甲逼出来，了后就会当起鼎，安尼伊的外皮才会酥搁脆。我的话，我就是觉得坚持要用纸巾擦过，让油减少更多，然后自己吃得也安心，客人吃得也安心。花丝卷甲切开了后，用鸡肉甲烟肠鸡仔来甲做这个内餡。
安尼还阁无够，就爱阁来斗打这个香色的起司。花丝卷甲放喺烘箱内底，甲烘3分钟，甲烘甲起司扬起，顶悬才阁来淋这个塔马豆酱，就是这款真有创意的食法，互人客拢安尼眼甲实实叫。发觉它的油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我喜欢它银丝卷那种外酥内软的口感，然后又比较喜欢甜咸的口味，所以我就点了起司炼乳这个口味。我只有银丝卷，它为了开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要更多口味才会有市场。半点钟了后，红豆的火爱甲关起来，爱搁伫个鼎内小翕一下。这时炊色的蚵仔就爱甲掺白糖，甲倒入去放假机仔内底，甲加做芋泥。加好芋泥就爱甲入罐，还阁爱来甲过滤加出来的水分，刷倒来就是要拍这个红豆仔泥。红豆仔含一丝仔白糖甲掺做伙，不过就爱分季来做，安尼才有法度来保留红豆仔的滋味。80年厝的真叶阳，汽车修理科毕业了后，本来是伫这个连锁药妆店做小主管的职务。虽然讲工作的环境袂歹嘛，真稳定，不过伊较会想要变变，伊想要家己创业。伊伫咧读册的时阵就一直安尼想，所以决定讲要来摆摊做生意。最惨的状况，有时候连续1-2天一来就下午后雷阵雨，然后下到整个晚上，然后就可能一天只卖个10几条这样子，然后就连500块都没有。我觉得他蛮有勇气的，对，是会很辛苦，因为风吹日晒雨淋，然后又是摆路边摊。就算讲即马逐工安尼风吹日头晒，即个做生意的艰苦，甲较早上班的时起落是差真济。不过伊甲食苦，甲当做食补。我想应该谢谢我老婆吧，然后就是因为毕竟做生意就是工作不稳定，薪水不稳定，然后她还是每天要默默的在我后面支持。80年厝的曾叶阳，伊吉头壳高扁扁。卖这个特色的小食，就算讲安尼家己创业有较劳心苦俭，靠这个抹抹啊赚的花丝卷，安尼一升5银豆豆啊甲捏积起来，一包一卡热，安尼嘛互伊做着更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佮再来关心最近猪仔饲伤济，为9月起台湾猪肉价小一直啦，引起到饲猪仔人真无欢喜，怀疑讲敢会成为进口商进口伤济冷冻猪肉，才会害咱台湾的猪肉价小落较激烈咧。另外，咱嘛看到菜价部分，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高丽菜大盘化价1公斤剩11块尔尔，上主要就是因为前一阵啊种菜人烧钱要种高丽菜才会大出，煞来讲的配合提起加工，也佮有出口外销。透早来到市场买猪肉，拍算要摕转去煮火锅。头家娘阁真大方送大骨，要互人家摕转去控汤。有真侪民众嘛有听讲猪肉的价小一直落，不过实际来到猪肉摊前来甲问看卖，实际上煞感受袂到。感受你上游没有无落价，我免啊有感觉。根据中央畜产会统计，猪肉全国的平均册价小对9月就开始一直落，拍卖价小敢若剩1公斤68块左右，卖出去的敢若会当拍平收本尔。安尼嘛来引起猪农的不满，因认为讲这个冷冻的肉品进口伤济，才会来压价国内猪肉的价小。甲看今年对这个正月到10月，拢总共进口100181公吨的这个冷冻猪肉，这来甲比起这个去年同期的进口量，都加买6-7%咯。进口的量有增加，国产的量也增加，在价格上是比较低的。原则上在12月份就会开始。中央畜产会宣布启动超过140公斤的猪，新进行多灾冻存的作业，避免入去这个拍卖市场影响到价小。啊，若同款这个落无停的，还佫有高丽菜，原本伫8月受到大雨影响，一粒高丽菜卖到200块的关价，省真侪农民一直来种高丽菜。不过到这个月，批发价落到剩1公斤11块3。以前的话1颗要好几百，现在不是变得比较便宜。8月底我们就已经有公告，就是告诉生产者不要再种了，因为过量。目前的价格还是在10块钱以上。强调会来配合加工加强外销，还有年节也嘛得要到啊。未来嘛来到这个需求的高峰期，估计这个价小会豆豆啊回稳。记者综合报道。金马56还有3件。士兵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绩和本职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我的
强武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多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怎么会是猪？算了，根本没脑。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甜宠，老梗，浪漫，也老梗。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你们的执行长？不是他，那是谁？古今中外有句名言，老梗也是梗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保证笑到一夜好眠啊！断魂斩算心有情。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一下，干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如得水，鱼如得水。这种表现就给他减薪就好了。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骅。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彤彤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子？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高小贤从头到尾都在放空，我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连长，我拜托你们让我出去找我女儿好不好？好了，不要哭，我陪你找。报告连长，这不假离营的事情事关军机安全，这一切的后果应该由我来承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金马56还有3天。士兵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绩和本职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我的枪武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多名中华民国海
海军陆战队士兵，怎么会是猪？算了，根本没脑。你看起来是真的很想跟我做朋友，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害到我，或我会伤害到你。我警告过你，你要为了一个女的这样子，我立刻把负责人都给换掉。吴董不是要推你出来选议员吗？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甜宠，老梗；浪漫，也老梗。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你们的执行长。不是他。那是谁？古今中外有句名言，老梗也是梗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保证笑到一夜好眠啊！断魂斩算心有情。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一下干什么鱼呀？什么鱼呀？他们说的是鱼无得水，鱼无得水。小心的。这种表现就给他减薪就好了。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神经病啊！白痴啊！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印度空气污染的问题真严重。为了要输到新鲜的空气，印度民众都要家己开钱。首都新德里最近有纯酸素的店，这就是甲病院要救人的酸素变做趁钱的家私。民众开差不多大票200块，就会当输到清气的空气15分钟。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金马56还有3天。